哦，那西港静安宫呢，五镇大会师，然后在西港国小这边活动。谢谢。哦，进学校要，进学校要，哦，你看，要量体温，要喷酒精，要那个身份证扫描，先生，填资料。哦，还要在手上盖这个印。对，我知道从那里。谢谢。来，人脸管制，你看，人脸管制呢。人脸管制。规划时阵，大家应该做一个介绍。咱这现场咱先大家先详细了解，例如咱有咱的开路交通管，咱后面下高速咱平台机，因而家排放路台湾而家要看出来啦，而家排放路台湾要看出来啦。咱就来进行现场稍作休息一下，来稍作休息一下。还有咱配合咱的政府防疫新活动，防疫新生活，包括咱关于现场的所有好朋友。所有好朋友，咱除了办一个，咱的超人化，那麻烦咱的好朋友，包括咱的观众，咱的用心，咱的口罩，咱的口罩会记得挂起来，口罩会记得挂起来，保护你也保护我们自己，保护别人也保护我们自己，咱先暂时要回。